后来乡亲啊，后礼拜就要过年咯，有真侪间的百货公司拢来推出着新年的福袋啊，上大奖是100万的名车，要来送出着6台。啊，甲印尼无共款的是，因应着这个防疫，大部分的百货公司拢甲原本初一现场抽奖的活动来取消，改做线顶来抽奖。 不管是金仔化妆品的粒，还是指南奖金鸡母，百货公司推出的过年福袋啊，除了送礼，嘛会使自用，各项拢充满过年味。 商品福袋，那每一个这个福袋，他们会到各个楼层去做购买，大家应该还是会留在台湾我们国内消费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今年的这个情况，我们还是保持的审慎的乐观哈。百货公司推出福袋啊，像锁国找到留这个指南奖的金鸡母，找2留价值将近7万5的电动乌多摆，找3留 iPhone 手机啊4台，只要过年期间有去消费，拢有机会。 今年因应防疫呢，有百货业者是将初一抽奖的这个活动给取消，全面改为线上直播。去年的时候，福袋统一都是会在我们1楼的广场去做，就是大家排队。今年的话，因应就是政府的防疫嘛，所以我们就是改用线上直播，初一线上直播的方式，让大家就是不要来现场排队。 虽然取消找现场留奖，不过各百货公司依然有传真侪好礼。 星光3月是要送178万的进口车6台，美丰广场是送得出5台价值将近6万块的电动乌多摆，万隆百货是推出价值16万8千块的商品礼券，有民众头一天就来买，希望讲有一个好头彩。 商品券，因为家里住这附近，想说来这边买的话是最好用的。我比较想要抽到16万8千的商品券，很多东西我想要买，像衣服也想换，然后还有一些家具啊。无伫现场排咧留奖，无过年味。业者改线上的留奖，避免讲大家话来话去的风险，嘛，和今年的过年真无共款。